以上北當山教育的理念，但市員蔡小薇甲空間組成愛心協會合作，持續舉辦東區千函活動，獎助學金。今年已經第5檔，每一檔平均發送25萬，到檔已經幫助超過700位弱勢學生，除了成績優秀，上懸有1500塊的獎勵，嘛設立小體獎，肯定品德優良的弱勢。咱知影要安怎做人，知影友好，知影甲同學之間的這個交誼，所以呢，咱會當互因上介大的鼓勵。所以再一次感謝咱社會民間的力量，互咱的地方一直充滿着這種正向的能量，讓大家一起繼續努力，也給予學生更多的肯定。空間組成愛心協會甲中華救濟慈善會表示，公益上要緊就是持續臨時一擺性的幫助，特別是囡仔的教育支出，因願意長期陪伴。所以除了教育局出面感謝因愛心一磅接一磅延續善意的種子，會中14間參與獎助學金的各中心嘛共同見證兩會對教育無私奉獻。相信這一份善意的種子，好，他們可以感受到，好，那可以讓他們繼續延續下去。相信未來會是對我們台灣一個社會非常好的一個種子發芽的一個機會。希望他們長大以後繼續延續這樣的一個善意的種子，好，讓整個台灣好充滿愛的氛圍。從身心靈的方面呢，算是全方位的兼顧，沒有一個慈善會可以做到這麼的全面哦。而且又有我們這麼多的義作啊，小微義作這樣持續的關注，那把我們的這個康黃金慈善會跟中華九子慈善會的這個資源呢，也一起來用到學校上。雖然外面天氣忽冷忽熱，可是我們的溫度持續恆溫，讓孩子呢能夠穩定學習。愛心行動除了宣布持續辦理，嘛期待受助學生未來有成就，會當回饋社會，傳播這份愛心。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